真係冇諗到啊！竟然連大話都係咁好聽噶，高薪聘請，重金求子，得閒飲茶，馬上就到，以形補形，簡簡單單。養仔防老，懸壺濟世，能醫百病，穩賺不賠，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，公平公正。講到呢度，主播都想笑。人人平等，